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正好是上半年结束，也就是上半年收工。今天的胡适收的点位也很有意思。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0.59%，深成指涨0.83%，创业板指数涨1.35%，北证50指数涨0.52%。两市上涨的股票4056只，两市成交额不到1.5万亿，有点缩量。今天大盘的上涨有那么一点出人意料，涨多跌少，只有将近1000只股票在下跌。沪指收在3444.43点，体现了主力它这种叫上进美、追求完美的这种心态。3444.43。这是个对称的数字啊，你可以理解成主力是在展示它的力量，展示它的精准控制啊。如果从半年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胡适这半年还是可以的。A 股上半年行情收工，经统计，2025年上半年上证综指累计涨幅2.76%，指数涨了2.76%。如果你要是炒指数，恐怕叫略有盈余，赚了一点，但是大部分散户恐怕是在赔钱的。因为除了银行股、金融板块涨势不错，其他的很多板块有一些股票已经低，不停的在创新低。所以说指数涨了，对散户来说只是心理安慰，赢了指数，输了钱，恐怕大有人在啊。不过证监会已经表明了这个姿态，给了一些安慰。证监会把用了10几年的 logo 徽标都给改了，也是为了图个彩。这个徽标外面2个圈、3个圈给它去掉了，有人理解成证监会不再套这个散户了，圈去掉了吗？不过证券日报星期一就是6月30号发文称，整治玄学炒股迫在眉睫。文章指出，上个星期五6月27号，中国 A 股市场再现生肖概念股炒作行情，带马字股票集体飘红，28只相关股票的平均涨幅高达6%。其中野马电池、飞马国际等5只股票涨停，另有福龙马等9只股票涨幅超5%。文章称，生肖概念股是指与生肖相关的股票，是玄学炒股典型代表。这种荒诞的生肖概念股炒作把戏能吸引消费者，是因为背后操盘者抓住了部分投资者想炒短线赚快钱的心理，营造出个别股票成交繁荣的假象。文章指出，在狂热炒作中，盲目的投资者并不关心股票本身有没有投资价值，也不理会公司基本面是否健康，只在乎股价能涨多高。尽管部分股票短期涨幅惊人，但这种毫无价值支撑的行情异常脆弱，通常会突然迎来暴跌，股价一泻千里，而普通投资者往往会遭受重大损失。文章提出，玄学炒股本质上是脱离基本面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背离了股票投资以价值分析为核心的内在逻辑。整治生肖概念股炒作等玄学炒股行为势在必行，也急迫需要市场各方协同发力。这个我在节目中一直说，这种玄学炒股、炒生肖，还有炒什么特朗普概念，这个就是一群赌徒在那无厘头，这个完全称不上叫投资，这就是玩，跟投资没有一点关系。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投资，那才叫对投资的亵渎。我一直说，咱们实际上监管有的时候对这个赌徒保护的有点过头了。你老是保护这些赌徒有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些赌徒就最好让他在市场里面被那些量化基金把他割完就行了，该跳楼。你这样的这个赌徒，你如果不把他清除掉，把他赶出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永远好不了。这就叫过度保护，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玩命管。你说监管多累吧？今天要整治玄学炒股，明天要整治什么？这是他愿意，他自己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去花，活该。他愿意把他的钱交给那些量化基金，交给那些大镰刀，那就让他交去。玄学炒股让人啼笑皆非。那其他的概念，这个破产房里面放几台电脑就是算力股，
那这个算什么炒股呢？那监管部门怎么去管？印名片的印刷公司也说自己是算力股，搞杀毒的他说自己是人工智能 AI， 你说这叫怎么回事？你管得过来吗？一家饭店一天到晚说自己是大数据，什么活他做什么。最近一个更离奇的，也就是说真的你看完之后你才叫什么叫无厘头。这个有一家上市公司叫浙江冬日，9个交易日股价大涨99%，也就是翻倍。浙江冬日短短的9天里面股价翻倍，为什么翻倍？是因为最近脑机接口这个概念非常火，这个浙江冬日被这些赌徒给它定义为脑机接口概念股，所以9个交易日股价涨了99%。结果这个浙江冬日人家发公告澄清说，我们主营业务是管菜市场和卖豆腐，卖豆腐脑，不是脑机接口。卖豆腐脑和脑机接口这能是一回事吗？浙江冬日的主营业务是生鲜食材配送业务、配菜业务和豆制品生产加工领域的相关业务，日常经营不涉及脑机接口业务。这个比我刚才说的一个破产房加几个服务器就是算力股，这还要离奇。人家明明说他是卖豆腐脑的，你非说他是脑机接口，把豆腐脑往机器里倒，那就叫脑机接口是吗？就是你说这样的什么所谓的投资者，你保护他干什么？离奇！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诈骗，咱们通常说这个电诈、杀猪盘，那都是老乡骗老乡。但是今天我看了一个报道，是有咱们叫扬我国威、扬眉吐气，有专门诈骗印度人的杀猪盘，说这个诈骗6.68万名印度人，5.17亿，9人获刑。近日，这个山东省菏泽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以印度人为诈骗对象的杀羊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5.17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4000万余元，涉及6.68万名被害人，9名诈骗分子分别获刑5年至14年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杀猪盘咱们听得多，见的也多是吧？杀羊盘你见过吗？什么叫杀羊盘？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翻译软件和聊天软件与外国人，就是外国友人聊天交友，取得信任后诱骗其进行投资，从而骗取钱财。你看这里面还投资，有可能投到胡适，用聊天软件和那个翻译软件专门跟印度人聊天。何某天是该杀羊盘骗局的首要犯罪分子。2023年5月，何某天在菏泽鲁西新区租用场地作为办公地点，联系王某、吴某、江某、孙某等人组建诈骗团伙，招兵买马，购买境外服务器。何某天负责与印度公司对接，协调资金监管以及资金分流。王某、杨某飞、张某、陈某负责业务培训、员工管理。拥有诈骗经验的吴某华负责员工培训及策划和话术，也就是剧本。陈某负责搭建平台并维护投资平台的支付通道。我在聊天软件上认识到一个印度人，了解到什么一个网络投资平台，通过聊天软件与客户沟通，以投资1000卢布1个月返现8%至15%的高收益为诱饵，吸引印度人在平台上投钱。何某天供述，当顾客的投资金额超过返利金额，就将平台关闭或者债转股，将资金封闭起来，然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将投资的资金购买 USDT 虚拟货币，将虚拟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或美元，我们抽取15%的利润。他说，我的人设是通过投资基金后成功获得财富的印度女性，通过社交软件和印度人聊天培养感情，引诱男性印度人投资该基金。同案犯李某望供述，这个印度人，这个狡猾的印度人，这个也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印度，显然在骗术这一块，在杀猪盘这一块，那他还是个小学生。这个所谓的杀羊盘和杀猪盘完全一样，话术什么都一样，套路，他只是对象是印度人，给印度人狠狠地上了一课。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啊？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这个电信诈骗的人跑到国外待着，在国外要搞服务器、搞办公室、写字楼，抓人去骗国内的人，这样现在正在遭到打击。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国内待着，
他骗外国人，这个有很强的隐蔽性，这个骗局。我们再看骗局，不光是这一个，最近不是高考完了吗？填志愿，很多考生还有他的家长就容易被人骗，考2本分想上1本，家长被骗80多万。安徽考生小杨的高考分数只是达到了当地2本线，和他心仪的上海某一大学1本的分数线还有很大差距，但他非常想去上海这所大学就读，家长就开始托人找关系。神秘人物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1本高校，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大家看视频。早在2016年，上海高考招生就已经将1本和2本合并为本科批次录取，但还有骗子利用1本2本的概念，对一些心仪上海高校的考生行骗。安徽就有考生掉入这样的陷阱，我们来看案例。安徽考生小杨的高考分数只是达到了当地的2本线，和他心仪的上海某1本大学的分数线还有很大差距。但他非常想去上海这所大学就读，然后在焦虑之下，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1本高校。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1本高校，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在这个过程中，就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1本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考试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1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1本高校。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万某找了一个托儿演起了双簧。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1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再次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小杨发表论文等为名目，向其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元。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余万元。说实话，这种骗局根本就不高明，比不上那个杀羊盘骗印度人。为什么这些骗子就这么容易得手？说来说去还是利用了这人的贪婪。这些被骗的人多多少少有那种一厢情愿。我们经常批评这种受害者，认为受害者你自己太贪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任何受害者骗局当然跟受骗的人自身有很大关系，因为他贪婪，他恐惧，但是跟我们环境也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涉及到胡一静老师，所以要聊聊胡一静老师。最近网上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叫什么？重庆一区委书记带头下馆子，引发关注。据悉，重庆市荣昌区区委书记高洪波在周末下馆子请客吃饭。他说：“我们要带头消费，今天这2桌我请了，请客菜单上有青椒鱼、红烧土鳝鱼等等，这个就是重庆的这个特色菜。这顿饭，高洪波这个书记吃之前就预付了2000块钱，一共是2桌。吃完了之后一结账，只有1100块钱。”所以商家再退他900。这个书记也就是他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这个视频大家自己在网上找去，有好多。他请客，
其他人不准买单。这个正好最近不是有禁酒令嘛，各地都禁止公务员什么喝酒。那重庆的这个区委书记这个做法就显得有点另类，他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他的说啊，这就是刺激消费、拉动消费。这个做法没问题，你总比这些当官的他贪污要强。那么带头违规违纪、公款吃喝，或者请别人吃别人的请吃，别人请他吃饭，那这个叫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应该这么说。你作为公务员，你作为父母官，你自己掏腰包请别人吃饭，这个应该提倡，这个没毛病。但是胡锡进老师非常感动，他转发了这个视频，他评论他说：“书记买单，带头消费，带领消费，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书记致力于兴旺当地的一腔热血，廉政的一端恰恰连着正当消费和市井烟火气，让堂堂正正的消费火起来。为什么说胡锡进老师作为一个在舆论边疆上守卫舆论边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战士，他对这个重庆区委书记这种做法推崇备至。通过他的文字，你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感动。还一腔热血，简单点说就是极感谢啊。为什么说，就是说这个书记的做法，咱们肯定是支持，因为他掏自己的钱去请大家吃饭，没毛病。但问题是，胡锡进老师一评论，他的味道就变了。这个书记这么做其实没毛病，无论他是普通人，他还是个干部，自费吃喝，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胡锡进老师这么一评论，就把这个味道给变了，变成一个什么？就这种事情，我们本质上这个是要禁止违规吃喝，禁止贪污腐败。那这个东西需要什么？当然是需要制度。我们应该呼唤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完善制度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些领导身上，寄托在公务员，寄托在干部身上。因为人是靠不住的，这应该用制度去约束，这样尽量杜绝违规吃喝，杜绝这些贪污浪费、贪污腐败啊，而不是靠某一个人、两个人。个人修养、个人修为，让他来带动大家，树他做榜样，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这个是老套路，这个套路证明是不可靠的，靠不住啊！你看胡锡进老师，本来办一件好事，他一评论就要穿新鞋走老路，又往老路上去靠，又靠呼吁每个人都要向这个书记学习，大家干部都这么干，那胡锡进老师这问题永远你解决不了。你永远就处在呼吁之中，这就相当于这个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就盼清官呢？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或者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这不就是导致轮回吗？这不就是周期率吗？胡锡进老师也难能免俗，连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人都很难避免这个叫轮回。重庆这个书记这个做法他们没错，但是胡锡进老师评论就把这事带歪了。一个好的制度，它可以保护这些干部。不犯错误，不敢犯错误，不想犯错误，不能犯错误。你靠个人通过自我修养，通过自我要求来避免犯错误，这个是很难的，就像被骗一样。所以说，重庆的书记他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上热搜，这被人关注，这个本身就不正常。本来这个应该叫习以为常，是家常便饭，是本该如此，但是他却成了新闻，这不就正好说明了问题吗？书记请吃饭，我个人觉得，如果最好的办法是改成 AA 制，大家周末在一起吃饭，那一共是1100块钱，20个人，那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55块 AA 制。如果什么人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反而就好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